来看伊朗上大的港口日日发生爆炸，上无造成14个人死亡，700外个人受伤。初步研判可能是港口货柜有装化学品引起爆炸着火。监视画面去到港口爆炸了后，建筑就放弃了。为了大到连监视器拢在海，在烟雾内底，港口的员工陆续惊吓走出来。伊朗的临海城市阿巴斯的沙希德拉贾伊港口，在当地日中昼发生惊人的爆炸，了乌烟窜出来，强要打掉规个铁顶。向人员赶到现场抢救，在建筑内底搜寻搁活的人。初步调查，技术归来货柜不当储存化学物质，引起大火甲爆炸，亦个影响着放危险的化学物品，啊个较会烧起来物品的仓库，才会造成爆炸威力惊人。احتمال وجود مصدومان رو هم باز هم میدید یا خیر؟ احتمال داره تعداد مصدومین رو افزایش پیدا بکنه احتمال داره بعد 这个爆炸甲半径数公里范围内底建筑窗啊拢震破，连26公里以外拢会当感受到，嘛造成至少10外人死亡，数百人受伤。伊朗的官方媒体报道，这场爆炸的大火已经拖烧10几点钟，有可能进一步拖烧其他货柜。暂时，河姆之间新政府已经下令所有学校甲企业拜一是紧急停办停课，嘛全力抢救港口，避免拖烧到其他区域。国际新闻台是董炳耀。